这个是以前日本人住这边，我们台湾人就住在东宿舍，它有分阶级这一带都是科长高阶级的人在那边住，我们都住东宿舍。民国42年，我们的办公厅在大进国小这边办公，后来就变成大进在用国小，是我们堂长员工子弟在这边读书。当初我们光复糖厂不但是光复乡的经济中心哦，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哦。那个时候大官要去出国访问不是总统、副总统、经济部长可以决定是我们台糖的董事长、总经理决定的。因台湾的糖厂最多的时间，盛产的糖102万吨哦。当初我们台糖的那个外汇占全国的80%。他看我们的脸色，我们占80%的。一个像火车一样的那个车子，他们要绑上去的时候，在火车上我们就开始偷甘蔗，因为吃不到甜的然后他们都拿甘蔗打我们。从小的时候有甘蔗吃，一直到没甘蔗了，一直到发现说这块土地是我们连结很重要的地方。我们从这里长大，我们喜欢这个地方，加上父母亲又不愿意离开，所以只好留下来。那留下来的，我们发现说，跟这块土地你会觉得更亲密。后摆石油、甘蔗叶沙沙滚響，無邊無順嘅甘蔗田，肉體嘅日頭幸福嘅人，未取意嘅國富嘅方法。啲人從淺淺嘅公文下來，唔分差無個悄悄滾響。廣福嘅故事，在每地土地上散出異響，繼續流傳。獨一無二的。春意水共人言，江浙调重现。春风过去，清明到，后梅爱哭谷一天。日下小满五下线，梦中对风素年。西瓜清甜，梦里望。太初本年苦渐渐，日久处处甜归烟，年年人团圆。立冬小雪18年，四季轮回又一年。啲台灣同業推出世界舞台，小食啲大時代嘅夜下，菜天嘅老雜對甘蔗葉講到同場，幾份優柔又貼切嘅情感，仲係啲花兒啲度表現出來，俾到記憶啲度少男嘅甜，而呢程度舞堂熬兒，叫下來體驗草堂嘅神奇哦！哇，大哥，一個一步一步嚟當到陷阱呢！哇塞，真金行咸的，人家甘蔗的未免长得太高了吧？为什么只有老外头摆看到的甘蔗完全上的目标，因为人家到尾的主要种的黑马个品种的甘蔗？现在这个按照他们过去的那个记载呢，老人家在讲这个好像是台湾 ROC 16号种。整片同泰國唔攀得家鄉嘅環境，因為同場進行實深深嘅模特，甘蔗就變做亞道美嘅歷史印記。因為思念頭擺嘅美好，退休過後，決定進到呢邊去尋找亞地土地上石油過嘅高王，堅持用老方法提煉出強強嘅舞堂，
就是新世界记忆度嘅种温柔甜美嘅明星。哦，台湾16号的品种，对，它很硬，懂啊。那我们砍一只下来看看。好哦，因为它哎呀，特别的感giác，因為我老外頭擺可以冇見，它懂設計耶，而且動作好像被拍高係嘛。因为它这个品种呢，它的纤维质非常的粗糙，因为它很硬哦，硬到连老鼠都不想吃了，因为不像说。过去有什么巴西甘蔗啊，对，红甘蔗这类的因为它们的纤维非常细，所以呢，它那个是适合我们用人工一般熬切甘蔗就會是個紅甘蔗，對不對？这个呢，在台糖早期呢是真正在做糖用的所以它细细的，可是呢，它的甜度非常高，最高甜度的时候会到25度。25度，对，这一段呢，你可以试试看啊。你看，不是说老鼠都咬不动？对呀。可是我的牙齿。对呀，吃吃看看甜不甜？看甜不甜？哦，纤维真的超粗的。对呀，一点点就可以了，看甜不甜？这一段可能会咸咸的，有一点咸咸的所以说中段呢，也许它会更甜这段也许会更甜。真的好甜哦！也是很甜吗？哎呀，不是咸咸的吗？甜咩？对。而且它纤维真给你懂出这个地方呢，它是非常硬的而且甜度更高。所以规节的甜度冇共用哦，都可以，都不一样，都不一样。好酷哦！所以我们在采收的时候，台湾天时从年挑田，也有道义，当合适种甘蔗。品种太弱，分做三大种类，检出甘蔗水用嘅巴西蔗，做得拿来直接切嘅红甘蔗，留底下慢慢也看得到制糖用嘅甘蔗。做糖用嘅甘蔗甜度当高，认真本身纤维含量丰富，咬唔断，唔合适直接切定食咯。宪堂哥，那我请问你哦，伊米亚来到光复这边的时候啊，看下过去，他们说头白呀全部都会甘蔗叶。当然，除了野岛毕业梯案饭适合栽种之外，还有吗？该黑野岛毕业田野那条件吗？其实在从光复到凤林这一段呢，大部分就过去来讲，它是一个冲积扇平原，大部分它都是砂石地比较多。砂石地比较多呢，它就沥水。对，它比较沥水，因为甘蔗它是属于亚热带的一个东西，所以沥水较好的奶质，会对那个甘蔗较好啊。就对甘蔗比较好。因为刚才韩国的刚刚没有发现到这边的水好干净哦。对呀，这边的水是从中央山脉下来的因为这一片土地呢，它是重新开挖过的，所以它有做一个整顿。这一条水沟呢，它是进到田里面来的水。我们还另外一边呢，它是出水的地方。好，要给我矮了看。对，大力一点，大力一点。哎呀！天哪，坦诚按 C 几眼啊，就砍了3刀还没断掉，我觉得超逊的。换这个，这个可以。这个就有点大根了。要大力一点哦，大力一点。好厉害哦！而且要扛到这种上唰一声这样子。好，我比较知道怎么弄了。我们客家的西摩以后就是天生就是你知道好体力。我来看一下，因为然后只有点改个孙熙，你知道吗？哇！对呀！天哪，一滴度啊，就算车内空的滴度也找不到。这里都可以的。刚才说客家西摩人好体力，我现在已经发现已经有骨动酸呢。这个好难哦！喂，来，Winner！ 好了啦，这样可以了吧？我觉得这个很厉害，而且你知道我砍完还拉不出来。设计的甘蔗园地度体验到甘蔗，天然太高丰用的熟皮，糖定甘蔗农供定头白嘅故，做得本人上到伫同业太好嘅时节，到甘蔗期间需要嘅人力，老其下头嘅辛苦。有的贵州成功后，总算做得入到主题。我早就开始想象，大家怀念甜甜的面线，上来形容的赞咯。宪堂哥，今日嘅甘蔗機做嚟過後，有
要做这堂梯铺，还没有想要给洗枪了呀？哎，这个甘蔗哦，它本来就是不能洗的。哎，双毛该种的噻，松柏里面有一些欧皱皱哎。如果你给它洗的时候呢，它这一层沫呢，它就被洗掉了。其实这个沫呢，是它的一个类似一个清洁剂的一个作用。早期的甘蔗一定要放石灰，但是我们不是用石灰的，我们是用过滤法。哎，所以说呢，必须用它的表沫，它的表皮沫，然后把所有的那个杂质呢，把它浮上来，就是靠这个沫。真的？哎，我们现在呢要把这个粒布呢，把它系在那个甘蔗汁留下来的出口。第一道过滤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第一道过滤。炸出来的皮泡就会都给倒闭的一样的 ，OK， 汁就会从这边流出来。对，那算是第一道网子的过滤。对，第一道网子的过滤，然后这第二道。而且你看，我们一炸，蜜蜂就来了哎。对啊。而且啊，给它港炸水分浓多哎，你像炸3期听听，它的水已经沥出很多出来了，它那个甘蔗的香气好浓哦。对。哇哦，一下子就已经这么多嘞。我们要先做一个蔗糖，还有比较熟的甘蔗，还有嫩一点的甘蔗，混在一起，它的甜度可能会有升高跟降下的一个可能。要有多少度才能够做出糖来？18度以上。18度哦。对，我们看一下。我看，刚好18度哎。耶。怎么那么刚好啊？OK， 所以有18度的话就做了做，继续做下去。应该是做得起来了。好在。检测嘅甘蔗水，行我呢個3擺，將做得導入到大鑊底度開始煨。呢期間要經過加入槽控制火勢，呢個過程大約要2點半鐘，當好時好工。太哥講，傳統做糖冇精密嘅機器，單意思經驗來做，鼓手同埋失敗。雖然是做得做出粗糖，上面保留嘅含卡多對人有好處嘅成分。你看，佢要一整眼衝起來，要一甘蔗香味動香誒。香哦。可是為什麼筍紅油要牛碰啊？對啊，它那個雜質啊，因為剛才那個表磨成那個膠質，也是它的雜質，所以我們現在要把它撈掉了。要把它撈起來。對。沒有撈起來會怎麼樣？沒有撈起來的話，因為它雜質再沉澱下去的話，糖就不乾淨了，對不對？你把它大力的，撈看有沒有什麼雜質。我們要撈得很清潔哦，現場哥哥，你好像做給叫嘅，當真嘅會找水啊。因為等一下呢，還有一個白色的泡泡，然後一直浮上來。那個也是雜質之一。白色，等一下就會變做白色的泡哎。對。可是黑色是雜質，跟白色係嘛該？白色也是雜質，但是它的雜質變得比較清潔而已。有一點點呢。見聞見流插流槍，大約2點鐘過後，甘蔗水嘅色開始變成做有啲嘅流嘅情形。呢時節我日日搖出來，該用瓦斯爐繼續用辣火煨到水分完全蒸發脫，因為潮較難控制火勢，係講出火辣，繼續做拍工了。糖的成功與否呢，都看到這段。你看，最精彩的來嘍！對，來。耶！來，你跟他抓。它馬上就結晶了 ，OK 了。好。壓迫會用時間哦。哇，好香哦！除了時間之外，除了時間要懂緊張以外，還有什麼？其實這步也沒有什麼東西，這步的話，把它跟空氣做一個結合，然後冷卻。對，現在這個糖類似麥芽嘛，對不對？空氣結合之後呢，它就會產生，裡面都會產生氣泡。它產生氣泡的時候，它就會鬆了，哇，跟它吹。越來越難炒了。好，它變得更稠了。就是你看，快了，變得有點煙癢哎。快完成了。還有一些從板子，你看，有沒有？它已經越來越像粉狀了。對，這樣就快差不多 OK 了，這樣就 OK 了。對，等下我們就把它放冷卻，有個很酸油呢。腰超酸的，对，手也超酸的。好，这样是可以让它冷却，不用比狼是不是？对。可是这个离我们一般看到的黑糖还有一点距离。可是你现在还没有，你现在还是热的，还没有完全冷却啊。冷却就你冷却的时候它就混了。吃吃看啊。老鸭跟黑马盖嘞。石头火锅的素豆汤。
有加排骨，非常，而且你放石头在里面，石头火锅的确就不用3可的呀。它会保温。里面有素豆吗？有素豆啊，你打开，打开。我吃吃看哦。吃吃看啊，好吃吗？看看啊，再吃看看。甜甜美美的，而且它懂神奇哦。是到最到地度哦，佢會先生開來將粉用嘅高嘅汁溶開來，變到像係糖米那樣子。堅持古法提煉出清涼嘅糊，米線綿密又甘甜，不同地度有豐富嘅鈣、鎂、鐵，留對身體有好處嘅多種元素，係一項抗菌嘅天然食材喲。雖然美食有研究報道講，地度有一些嘅成分會有患癌嘅風險，不過在每餐度基本上都唔會有抗菌嘅效力嘅。用小水來沖泡，完全合適啲冷冷嘅天時，留西門人來食嘅時節來食。甜甜三麻，少來到心肝都去。接下來，向下來嚟拜訪阿美族嘅風子，以研究看下在地嘅飲食文化，實來慶樣嘅呢。鳳婷姐，名字好。安坐。哎，我爱喝。哇，爱喝是什么？你好吗？爱喝是阿美族的吗？你好。你好，哎爱喝。对。哎，跟鸭给，这是我们今天要采的鸭给酥贴味吗？对啊，素豆啊。哇，好特别哦！而且刚韩国有刚刚要水分全部中鸭给，它怎么长得扁扁的啊？里面有豆子吗？有豆子啊，你看，哦，这个是白色的，为什么是白色的啊？它很多颜色，有绿色，有黑色。那熟的是？熟的是黑色跟咖啡色。熟的是黑色跟咖啡色的。对。跟你中嘛刚我咸老鸭给挑给被咸老给8块了，为什么不直接带回家？这个还要打开。只能吃里面的这个。对，豆子。好特别哦。酥贴为阿美族话你有讲嘞？法达案。法达案。对，法达案。法达案。那它可以翻成中文就是变。就是马泰安。啊，就是因为以前那边种很多马泰安。对。啊。廣福強嘅 QT 名馬達安，就係阿美族話酥條嘅意思。咪就係馬泰安天名嘅年頭。認真一道嘢，是喺一啲實體上年嘅酥條嘅河巴釀水天，阿美族人就到一道嘢是推唔講。唔但唱用酥條做主副食，還卡老酥條看做係吉祥物隨身帶點，萬乃嘅戲中推推上傳。條夾熟嘅過後拔開來，地度嘅條味就像鳳條味用嘅。煮熟過後，口感還卡係特別美味哦。鳳婷姐，剛才你講以前這個馬太安島味啊，阿美族啊，原住民較多。那這邊還有什麼其他族群原住民？有啊，客家人、閩南人啊，還有糖廠很多的員工，就是南部來的、屏東來的。糖廠裡面的哦。對，也有。那跟你頭牌沒有到糖廠上班過嗎？有啊，真的。專門偷甘蔗。拉甘蔗用拔的，我怎么觉得光复乡人都头高甘蔗？因为吃不到甜的啊。他们要绑上去的时候，在火车上我们就开始拉一根一根这样子。哇！然后都会被骂，然后他们都拿甘蔗打我们，我们就用跑的。小时候一边开火车一边拿甘蔗打你呀，对不？对呀，旁边都有工作人员呐，维护甘蔗的。现在看不到了，好有趣。对啊，现在只有吃冰而已，其他没有了。对，只能吃冰棒。告訴你啊，C 都。鳳子做出來嘅阿美族傳統料理，全部都係用馬太安菜天遲遲嘅食材，無需要用複雜嘅料理調味，堅持簡單，將做得食到食物真實嘅順味哦。無論係蒸飯、
铁质松饼，也是石头火锅，全部都含有特别丰富的创意，老野性的气息哦。凤婷姐，对啊，倒闭的全部是都按养生哦。对啊，素豆啊，这是五谷饭，里面有树豆吗？有素豆啊。这里打开。哦。我发现呀，嘅薯条嘅啊，佢整個後生來整完農場粉條嘅，粉粉的。粉粉的當好食。我樓下嘅係乜嘅咧？我看你上面有點綴樹豆在上面。这是石头火锅的素豆汤，而且你放石頭在裡面，石頭火鍋的確就不用塞條都要。它会保温。哦，這邊是什麼菜？漢菜嗎？哦，这个菜是叫蕲菜，那我们阿美族称为它人参菜。做乜嘅感覺當中它有一个白色的根，会很漂亮，吃起来粉粉很好吃。所以它跟素豆是很合的。來吃吃看哦。然後是咧，那係原住民的福菜。对，你没想到说这个菜会不会苦苦的，吃起来怪怪的，因为我们有放这个入巧。它会提味，它会更甜，变甜，对，像洋葱一样，然后再加上素豆啊。条爸，你不是说你们都是吃这个素豆为主要的粮食啊？跟你要得不做嘛个料理？我有松饼啊，还有蒸饭啊。以前就可以吃松饼哦。以前我们都是拌那个馒头跟面包酱吃。哦。对，早期。把它弄成素豆酱。然后我们还会用黑糖，做小点。这边都甘蔗啊，在糖厂啊。咁條拜嘅紅蟲啊，行動新生的世界，要特別係乜嘅情形啊？很熱鬧，還有電影院。哎呀，你看，還有可以吃冰，還有可以吃糖哎，還有燙衣服的，還有洗衣店，什麼都有。還有學校，國小學校也有哎。很熱鬧，以前是3萬多人口哎，在光復哎。你以為還會懂想念嗎？會很思念以前的時候。哦，會，我小時候會很思念。因為以前我們阿美族很多都在裡面上班的，我們都是免費進去裡面洗澡。真的。那邊的水是免費的，給我們洗澡是免費的。哦，而且有小水，對不對？有，以前糖廠還在的時候，真的光復鄉嘛，台灣很繁榮，好繁榮哦。沙文色啲火台地都配到種圈前途，老式材橋下，農業種啲丙農業做嘅咖喱火地都，羊皮噴出裊裊嘅水氣老香味，排骨一下嘅全部就熟嘅，搭皮椒點米、薯條、米減肉翅，撐爆嘅過後，我老蔡太哥約好嘅來到太富村，頭辦農業嘅街巷，留啲下點清無人。落定而無味嘅氣氛地都行卡點索。蔡太哥，跟你係蔡天人嗎？係啊，我係蔡天人啊，係。蔡天客家人？唔係客家人，係本鄉客家人。哦，你係客家西郎？客家西郎，係。哦，嚟到啲太夫婦茶條哦。係啊。咁唔過冇乜嘅遊客都有到嘅吼。啊，你吼，係細嘅時節啦，吼，你凍到人咧。真嘅哦。已經有3、4、8雙下茶。哇！啊，唔過都一下就看乜落去嘅。哎呀，冇印的啊，有一個繪本嘛，你看一下哈，你看。哇！你係乜嘅 visual 啊？前面啊，在前面。真嘅？哎，真嘅，嘿。都有到邊嘅？這個應該算是在民國60年、50年代的時候，也叫大和。一樣都大和。大和，日本名字叫亞麻豆。亞麻豆，在1917年的9月21日，日本人在那邊建村。哦。他建村是因為要吸引很多的浙工進來。哦。所以當時這邊建村之後，就有宜蘭人，然後後來有那個雲林那邊的人過來。那49年之後就客家鄉親就進來了。然後大和有一個很特殊的，就是光復13個村裡頭，那11個村都是有原住民，就只有大和地區沒有原住民，只有客家人跟河洛人還有外省。
族群这样子。也係客家人習俗的一個狀態，所以頭擺都係做生意的都會客家人較多嗎？做工的比較多，做工的，做工，然後開米店的啦，哈，布莊的啦，哈，幾乎都是後農民。咁你自家咧，你做媽媽留到了？那就冇事情多做啊，俺媽媽弟弟啊，媽媽有土氣發展佢有冇的啊，只好待在這裡啊。雖然講地公也特別冇從頭擺辦用，可是自己在情感上、心理上嘅依賴也特別沒我唔可愛呢，像生命共同體一樣。從小的時候有甘蔗吃，一直到沒甘蔗了，一直到發現說這塊土地是我們連結很重要的地方。我們從這裡長大，我們喜歡這個地方，加上父母親又不願意離開，所以只好留下來。那留下來的。我們發現說，跟這塊土地你會覺得更親密。不過小睇嗰種，喺亞哈沙比、都市沙比，抵度那種壓力啊、競爭力，點都唔做得去提比自家嘅生命啊呢。錯，係。唐定蔡太哥兼無田講定總頭擺嘅方法，我從草尾一轉時光機。從杭州的批到村頭村尾，充滿定嘅甘蔗、老糖嘅氣息。未從杭州的感受到大量嘅客家移民，天也特別鬧熱嘅情形咯。日本時代本人教杭州大佛沙期嘅也特別，有80%嘅人進入都係甘蔗股哦。哇，泰國也有一間綠茶店到啲啊！而家係台灣第一家嘅綠茶店。真勁哦！全台灣第一間嘅綠茶店就喺度喺你廣福橋。係啊係啊。你嚟看下好冇？好啊好啊好啊。可以嗎？做得。哦。有呢度麵麵咯。雷到麵麵。係。你知道現在有很好果汁機耶？咁啦，咁啦，跟住冇梅啊，冇香梅啊。你知道，我真的超累的，你屬於動手牛呢，這樣可以嗎？難啊。好嘛。你嚟看下好冇？好啊好啊好啊。韓布料頭擺嘅屋嘅哦。古色古香。條頭屋係全部係老式嘅建築嘅，應該喺頭擺料到厲害啊。經過歲月洗禮嘅碗盤，別當嘅素描老擺設，塑造法布古樸雅致。又特別係台灣客家綠茶嘅年頭，當見韓布料完整嘅祖傳綠茶。韓國綠茶就係頭擺同入廣景東後嘅世界，你想我識嘅東西哦。小記子，家己人也特別啊，喺台灣第一間嘅綠茶店，可能也特別做綠茶有冇冇共樣好冇？好啊。好，而且材料來講嘅話，批到一兩個香味就蠻特別的。我上擺食嘅鹹味有邊一個鹽絲，唔過我冇邊個一個切蓮茶嘅。切蓮茶很香，很好食的。真的好，那現在你來教我做好不好？好，安尼先不用炒咋。我上擺做剛下全部會用嘅比較優麥嘅部分來做，用這個冇成本蛋糕嘿。好香，好好食的。真的。還過來買。有炒過哦。有。好香哦！這兩個可以一起放嗎？還是要選一個？偷一個？不用一行就好咧。不用一個。冇，你不用切點插好誒。好。好。安尼就對。你就按牛雷嗎？就按對。哦，同香誒！因為阿家嘅賣有炒過誒，切點插要同香啊，嗰時候也嘅米絲，懂了哦。冇眼幫我來當我睇書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。你然後你可以幫我搬着嗎？我來搬。可以嗎？做得。哦。有呢度麵麵哦，雷到麵麵，係。你知道現在有很好果汁機耶，做唔得啦，做唔得啦，跟住冇梅啊，冇香梅啊。秀芝姐，你講要特別係第一間開呀嘅綠茶店嘛？可是啊，你們是綠茶，沒已經長久嘅文化，為什麼說這邊是第一間呢？梗係冇人做生意啊，冇人推廣出來啊。冇人開店啦呢，可是都會吃，都會吃。乜該時節會食綠茶？就先頭轉酒解下，
中午回来休息的时候，哦，转猪噶嘿转猪噶哈就会食牙嘅，嘿，做点心，哦，嘿，啊，冻猪头个还会卤巴的肉饭，嗯哼，嘿，冻猪头牙嘅拌饭哦，嘿，拌饭清好些，真的嘿。可是我食牙嘅冇按过耶，你看做到已经按 Q 耶，做卤色按 Q 还会擂茶，嘿，这样子，甲不，迄欢迎甲擂本欣赏色黑冇？应该无开通往我爸爸累呢。因为你知道，我真的超累的，我属于动酸牛呢，这样可以吗？忙啦，很忙追求啦。啊，就耐心的诶。好，没有问题。擂茶我有節奏嘅，加點擂喙老九fins之間嘅接觸，天天嘅老茶味擂變做款嘅，撒點表面飯頭泡麻嘅，切連插入豆，倒入倒好嘅水，擂到老所有嘅材料圓圓嘅結合，等泡出香味嘅時節，個老滾水倒入去攪攪啊，一白色香味都有嘅擂茶就好食了。小姐姐，也送买食到嘅擂茶，佢表下嘅米腸落去，嘿也係米香嘛，嘿，也唔不用翻哦，系啊，食得會飽誒，真好吃咯。真的嘿。那你幫我調味好不好？好啊。好菜脯、面條誒，啊，你拌飯食就當好食咧，嘿我攞一些調油啊，茶，哇，係小碌碌嘅，小碌碌誒，啊頭擺做濃色加就係牛色咯，嘿，嗯，吃飽飽。吃吃看啊，好，試試看啊，好食麼？嗯，同啲邊感覺嘅，入面下嘅攞嘅番茄，攞過嚟皮料，攞配乾條副乾基本上就會鹹鹹嘅。就他們過嚟那個擂茶呢，它的茶香很重，不是你會吃過，你還用唔像一般生磨啊呢，它就是比較濃香嘅擂茶嘅香味都有特別嘅。咁唔頭擺都同從上班家都食呀，嘿，當薯條嘅甜來食的啊，一定會食呀，嘿，睇下都食呀嘅嗎？係㗎，我就衝山煙通冇食的啊，你頭擺你做生意家講骨手家就開始做嘅，嘿，家細細家用那麼小開始做很辛苦嘅，做埋嗰條路按食，你啱炸妹，咱炸緊，全部都松做。甘炸，通幫我做。做到你家年過後，還繼續做同從上班嗎？家應該係都還冇做咧，做冇強壯係上色咧。通常咪係甘炸上色就錯啦，不過家下後生家下是做種嘅，係啊家老公家下都每下都做壽星嘅上色咧。那你做很多年書，應該就是很多歷史的痕跡吧？有，你講去站甘蔗噶哈，係啊，都煮菜，都煮菜俾煮誒。係，炒飯酥，嘛該做的賺錢的事情你都做過誒，我都愛做，啊，都辛苦誒。真快樂就好咧。真嘅哦，女孩子都會快樂嘅。快樂嘅，可是要流動到汗水，要付出動到嘅體力咧。該幾得啊？你用辦公幾得咧？我不看人平安啊，存錢啊，順利安就好咧。彭太子嘅阿爸係對中國廣東嘅兒女，一個快樂老成年，就係留下阿爸嘅書意。經過時間嘅流轉，擂茶無過實係一白茶，還加係對索文化嘅通關美語，老填滿太史台嘅一地拼圖。生下來，帶點辛苦炒出來嘅烏湯，老倒下來嘅甘蔗，人哋都做下學做料理了。哇，太子帶點也辛辛苦苦做出來一個烏湯啊，貼貼知道有成就感咩？咁你今日準備要講嚟做乜料理？甘蔗豬腳。林曲蓮太子用理念同熱情，有客家人樂天開朗嘅人性。佢仲係講有乜嘢就做得做乜嘢。雖然食材簡單，冇咁樣嘅方式搭配，就會做出冇咁樣嘅人性。對料理有想法，將做得做出一盤一盤色香味都有嘅好料理喲。
我说讲，你阿到我看上讲你有没有准备按到甘蔗豆了？俺就不是用个味精，好，所以就代替那个味精的那个部分。错，你阿个甘蔗切做嘛个形的咧，一节一节的，都木头前安的吼。哎，唔是按照。我再过一节。但是甲台北省唔到甘蔗料理，人家还去甲开传汤，又买甘蔗料理本人好食咯。甘蔗排骨啊，甘蔗猪脚都拢会甘蔗的东西啦。按用本来当其他店遐做出嘛米食呢，因为全台湾只有要到你的前面都按用米头哦。但是甲你阿的料理系嘛你老妈妈学的吗？错，拢系妈妈学的。哎呀，六比陪他上色而已，对不对？这该煮比会 Q 啊。会 Q 啊呢。其实刚刚新标的已经有一些咧变色的呢。差唔多。一皮都冇姜弄的。擦擦的。擦擦的。跟那世界上唔会烂烂的，会 Q。开始佢也系无煮的吗？唔系。唔系吧？不同的煮的。前脚也后脚咧。后脚。因为后脚吼比较 Q 啦。还有嚼到。就是这个。猪脚葡萄擦擦，过后留起来，浸水准备来用。这时节，蒜头溜溜的白香，个冰入已经准备好的猪脚，淋到的调油，咸咸的猪脚，留糯米、香米四散，列出甘蔗猪脚，是真生人天朝爱食的哦。皮头也做米头啊，真经东上人呢。大家攞嚟2点半钟过后，就做得太好了，崩翻色嘞。做完了这四脚晚饭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猪脚甘蔗嘞？上色。你还不用落去吗？不用。好，唔是甘嘛，该调味料，完全是米酒就好诶。米酒的米主要是肉比较烂，对不对？会烂，而且有它的香味。哦。上色过后啊，比色上去过后，等下落水比咸。天天的保安呢，所以说对前辈做都要好了。其实步骤很简单呢，太搞还要做出好吃的猪脚料理。其实我们把它分段切开来看，都简单呢，做的自己大家可以试试看呢。OK， 噶太子，要给排骨，你有哪做嘛？该嘞？我做个甘蔗排骨。甘蔗排骨。做。没 Q 用它一节一节不用落去哦。我们要用滚刀。等一下我们要把那个甘蔗。为了洗它，所以我们要弄比较小。该要给排骨要先软温面粉哈，那你要给我做出算是什么风味的？皮冻 Q 冻润的，用甘蔗啊落去卤出来猪脚比起用便桶落去的，我讲用加甜嘛遐样用顺的甜味，唔会讲落个有精制过的糖啊，会开有点会开牛筋过来。因为这懂孙。总后一起。总后一起。该要给排骨要先软温面粉哈。那你要给我做出算是什么风味的？要火锅味吧？做那个柳橙的。哦，变成橙汁排骨。甘蔗排骨啊，甘蔗嘞？有没有炸过？哦，甘蔗没有炸过。可是也一样啊，火锅它会比较怕，而且那个味道跟生的甘蔗是不一样的。哦，米都冇米都冇那种火锅含做的熬馍。做对了。真的。泰国你看，天天太子啊，好嘢出菜，三两下佢就讲来做出按多用菜耶。你平常时一定懂很不？当然啦。难怪你要留在这里，都不肯走。好，刚才你讲了说好嘛，先生也给猪脚，已经煲了2点半钟哎。有。好，那得靠我啦。我每次都会请人家帮我夹一块最好吃的。也给啊，因为刚刚有先泡过，故说我一摆可以用金金的，你懂要的吼？皮冻 Q 冻润的，用甘蔗啊落去卤出来猪脚，佮用一般比起用便桶落去的，无像用加甜嘛遐样，当顺的甜味。唔会讲落个有精制过的糖啊，会开有点会开牛筋过来的，然后就当顺。因为天然食材啊，所以也都它健康。那个就剩两个排骨，
那我先吃一块火锅的感渣好吗？可以弄不可以的，就人家拔丝地瓜用的。先食落去加下，食到係加入落嘅甜點水，各位呢，裡面有個豬肉的米絲，是它第一層食到嘅米湯。那我讓這個咬下去啊嘅甘蔗過後，你會發現哦，它原本本身嘅甘蔗甜味可能已經散到呀貴嘅全部啊，好似甘蔗唔話樣即甜嘅，所以酸酸甜甜。有另外一種吞下去過後，會有一些酸味走出來，好吃嗎？好吃。唔過練出來哦，做唔得吞落去。再來一點。排骨。這是排骨。好。排骨啦，普通話用酥酥脆脆，一開始加入撈一些咧，睇有油米酒，地度嘅牛子係鹹鹹。老的老杯個加一層甜點水，清杯面呢，我吃到講有一些甘蔗嘅香味，然後甜味都要到邊啊。其實它很搭，就是柳橙汁、甘蔗，還有那個排骨的味道，三個融合在一起，它是很搭。很搭的，而且你食了唔會真油咯，對，不會油膩這樣子。唔會油膩膩啊咧。料出萬能炸筍係用嚟炸青頭尖嫩筍嘅部分，搭配木米、老年煙一條食材嚟拉拉嘅，口感正經當對面。涼鮮鮮嘅烏糖果凍、老烏糖餃子係太湖山區嘅人世界世界嘅共同回憶，但後都有鮮人嘅生活印象，還有客家整體嘅情形。個頭擺，記得。都同從上班嘅人，他們吃得到像這種東西嗎？吃得到啊。哦，中午的食甘蔗，唔過食得到補充。補充是兩種價。而且有熱量，馬上來補充，對不對？睇過這種早晨啊，都嘅火柴頭人嚟講嘅，見過嘅嗰種大家從定食啊條甘蔗來食啦，按辛苦嘅日咧，都掠下來。另外一種改變，慢落嚟咧，嗰種心情上嘅轉變啊，應該係咩東南食以南嘅。過去啊，看到嘅係甘蔗葉嘛。細年咧，親人嘅甘蔗葉挑食甘蔗。唔係甘蔗真好食啦，係個。沒有東西吃。冇東西食，佢嗰種大量吼。連那個甘蔗都看不到了，你知道嗎？會難過，因為我們是在甘蔗園當中長大的孩子，然後家長給我們的一針一線都是從甘蔗園裡面來的，所以我們會覺得說，甘蔗成就了這個地方，那也從沒有甘蔗開始，我們要怎麼去想說，我們過去是甘蔗養大的，那甘蔗對我們有一個很大的情感，尤其。我們的印象中，小孩的時候，糖廠有在動的時候，它那個製糖過後的那個廢水，就拿來當肥料，會在村莊的四周圍都撒那個糖水，那你連空氣你聞到都是甜甜的，所以那很幸福的日子。這些工作是我們的長輩他們努力的種甘蔗、砍甘蔗，然後有風有雨，然後摘甘蔗這樣的。讓糖廠能夠生產這些糖，所以它是一個最底層的一個工作的。但是呢，他們認命、很任性，然後刻苦耐勞。那我們是想說，這樣的一個精神是我們學習的一個模範、一個榜樣。但是講你係加工類啊，導演所有對甘蔗的情感連接啊，應該咪係先老太公腔下才開始嘅。我加工了了32年了，我第一份工作都係喺甘蔗工，咁忙就冇乜嘅投入嘛，我就想講伊喺甘蔗園先去賺錢，然後至少在這邊，佢哋甘蔗人未當然啊出門就有錢咯，賺，就做咧愛生意就拿一份錢這樣子，所以我提這份的工，該投入都係
种甘蔗。所以甘蔗那个糖厂收起来以后，我们也会想到说，是不是要留一块地方，让这些蔗工有一个回忆的地方。所以我们才会成立一个蔗工的做的协会。就是把我们的回忆，只要来到这里的人，我们都会分享我们的故事，共同的回忆让大家一起回忆，分享一下这样子。然后透过餐点，让这边的人回到这里，有甜甜的甘蔗在这里，至少他来到这里的是吃到的都是甜的，回到这里的地方也是甜的。最呀，一几年来看下来啊，感受到当多人啊，家就讲起头摆，还有糖醋，还有甘蔗人家就想到全部係快樂嘅事情，都甜度好嘅頭食甘蔗啊，做些東西佢啱講行係甜甜嘅。歷史像係文化同樣嘅變化無停，就像係廣福糖廠對太湖沙期嘅時代暴風嘅一切變化都係美麗又哀愁。有特別嘅係全台灣唯一嘅加工移民村，以後甘蔗質鮮甜嘅體驗，係加工本身人嘅長春印記。狀態個用時間老健愛混出來嘅糖，卻連自嘅片菜飯料理，像係飄香時光嘅芥末乾，係真係當到有關頭擺嘅一切老情感。雖然老嘢嘅講經唔會講有嘅。留下嘅人，實係懂什麼嘅，用佢亞度嘅方式來舒服亞的土地，老實悠久嘅風華歲月。行到廣福鄉亞度畢業，我看到兩邊嘅繁華老木落，亞度甘蔗工對生活都生順，就從什麼對甜轉變做富用嘅，本人都唔判得。我哋正經當披覆所有實地亞的土地上辛苦耕種嘅前輩。太湖沙期就包含嘅繁華嘅驕傲，同沒落體嘅無奈何。雖然一下同樣已經沒落嘅，唔過行到呀，卻用做得披到甜甜嘅甘蔗糖香哦。未就像所有都有特別嘅太嘅人共用，老甘蔗有關嘅情感老故事，會一直留存啲家度嘅心土空，永遠甜甜嘅回憶。我記得咯。料理就係一種情感嘅延續。下種好美食，我哋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日春雨水講人間，江浙調重現。春分過去，清明到後面愛看谷雨天。烈下小馬唔下線，夢中淚雨風思念。西瓜清甜，風裏望太初年，苦漸漸。日秋處暑甜幾年，年年人團圓。日冬收線。十半夜，四季輪迴，有一